了后，因为民众惊狂的心理，所以大家抢买喙罨。尽管政府祭出着政策，管制出口、统一征收，嘛甲超商的通路合作贩卖，但是也是无法度来阻挡着喙罨之乱。随后政府改变着策略，为6月初6开始启用实名制，民众都爱摕健保卡，伫6000外间健保特约的药房来购买，7天买2片。1片5块，2片10块，而且使用身份证2号的尾数来做分流，单号拜1、拜3、拜5来购买，若双号拜2、拜4、拜6来购买，礼拜日所有的人拢会当买。咱嘛要特别来呼吁健康的民众，伫空旷的场所是无需要挂喙罨的，请甲喙罨优先保留予第一线医护甲防疫的人员以及患病的民众来使用。乡亲啊，咱大家都较紧洗手咧，这洗手是比挂喙罨搁较重要。全民防疫大作战，来看华视新闻的追踪报道。长长的队伍一透早又叫门口真侪人排队等买喙罨，好买排无到5分就全部发完。政府对2月初6开始启用喙罨实名制，但依然发生未少混乱的情况。单号就不行哎，拍摄哦，我排到要辛苦。我们今天在这里排了2个小时嘞。好。我车拿了，你来自眼睛看到了。我先问他，我也没有拿，我只问。民众拢真着急，也阁有人当场咧冤家，但实际走访过经药局登录系统发生故障。因为他要先清除前一个的资料，还没开始处理，好了，我们回去好，小心修复。实名制开跑，民众必须凭健保卡到全台6000多家的健保特约药局才能购买。不过，还是有很多民众不了解实名制限制，或者太晚到领不到号码牌，最后白跑一趟。管控防疫物资，依照规定，每一个人7天内含买2片喙罨，总计10块，而且使用身份证2号尾数分流金条。单号是每礼拜1、3、5，双号是每礼拜2、4、6购买。礼拜日包含单号、双号，每一个人上最只当摕1名亲友代买。那么小的小孩子家都来排队吗？我们这样太少了，不能这样子乱。对，限制。那个有办法，人一下子的口罩买走，真的我们有需求的人根本买不到口罩。一有口罩荒的时候，就应该要采取这个方法了，没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上路有民众表示肯定，但是嘛有人满腹怨气，也是无健保特约药局的偏乡地区，喙罨由卫生所代买。台湾3000名邮差配上喙罨，政府每天释出170万片，边境分落6000外间的药局，估计一礼拜内有560万人拢会当买到。但是目前每一间药局每日配发量200片成人喙罨，50片的儿童喙罨来算，一间药局每天只有125个人买会到。政府强调未来会看这产业再去调整分配量，但是实名制规限制嘛引来积极响应。1个礼拜2个怎么够戴啊？一个口罩要戴2、3天。现在的产能全开大概320万片，扣掉我们公务使用的大概106万片，还有一些商务工厂上必须要使用的，大概有这50万片，所以剩下来，大概就是170万片。那如果说要7天可以买3片，它件数马上就降了1/3下来，那供给就更不均衡。到底喙罨要安怎买？民众也是有真侪疑问。当礼拜若是要购买，就是放弃，也多免去累计。基数号嘛免去帮双数号代买，或者叫换卖时间点无同，需要事先查询。慢性病患或者行动不便的民众，喙罨需求较大，会使求助社会局。评估确诊了后，就会提高公务配发量。另外，外籍人士只要摕护照、居留证，买当比较台湾民众购买，但是观光客袂当买。我们是发展一个口罩地图，那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哪个地点现在没有了，哪个地点现在还有。或者说现在没有，那可能就明天，那或者你那个单双号不产，你隔1天就可以去买，那免得大家常常在空跑。
不是长久之计啊，但是我想那暂时权宜之计是可以去用，因为本来防疫是种作战，随时都会变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政府能够公布一下口罩它的通路啦，它的生产时程。如果这些资讯更加透明的话，我想应该是可以减少大众的恐慌的。你要讲出来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如果知道我会跟大家说明，好不好？他们有没有戴口罩？看我就知道，我都买不到了。回溯台湾爆发的喙癌之乱，政府关制出口转手征用国内一般医药甲外口喙癌，每天销出260万片，也佮小厝甲超商用通路合作贩卖，但是依然挡不了民众的焦虑甲惊吓。加上超商配送欠缺监督，民众无信任，最后政府决定改采性命制。根据2019年的数据，国内每天自产188万片喙癌，其中7成自用，仍然每天当供给国人130多万片。国外进口量是每日120万片，但是全球疫情爆发了后，进口中断，国内喙癌害入中枢失衡。政府挂保证，希望每日的供给量当救到400万片，但实际产量只有大约320万片。那时候420万数字，是由经济部跟相关生产的厂商，做了相关的一个调查，所得到的数目字。然后另外，它加上一个对外进口，的数目字估得稍微乐观。过年之后，就发觉这个产能要再往上的提升。虽然是不是当赶紧对着民众的需求呢？看是采用小组来到新北市南口的翠阳工厂，叫厂内3条生产线火力全开，第一道制定成就布料，刷来将线带、面牛线加合成型，最后才搁再进行检查甲包装。我们持续来到这间位在林口的口罩工厂。全部的员工呢都正在加紧的生产口罩当中，而这一间工厂呢本来的日产量口罩是8万片，现在已经增加到19万片。经济部长要求我们还要再高一点，所以我们也希望机器是很平顺的，能够再往20、21去增加22了。这是我们的目标。厂内原本上正上班的员工，辛苦配合改做2班制，每一个人都要加班，一天22小时，拢有人自修生产线，因为这喙癌对防疫的艰困期非常珍贵。我们就大箱的面包啊、点心啊，照顾他们不要饿着了，要不断的给他们打气，给他们加油，然后释出奖金来给大家一个鼓励。全台喙癌工厂赶工，嘛面临员工不足的难题。政府加派900名国军进驻，负责包装的作业，甲员工做伙轮流值班，支援增加产能。另外，政府嘛定案投入2亿，增加60条喙癌的生产线，努力拼3月份会当达到每日产量1000万片，希望当解决喙癌欠缺的困境。因为防疫第一线，医护人员绝对袂去害入喙癌不足的危机。咱前一箱的喙癌，对过年前开始就支出无尽，安全库存量一天变少，引进不足担忧。我们大概是4小时换一次，因为现在就大概就是8小时。这个袋子只能用一次，拉下来就不能用了。这个口罩方式非常的可怕，主要是影响到医院的运作。专家指出，民众无必要的时，免时时刻刻挂喙癌。若是健康无好，或者是前往病院。公众场所这密闭的空间，以及在大众运输工具时，这是挂喙癌的正确时机。需要到医院去看病陪病，或者是本身有呼吸道症状，或者是有可能影响抵抗力的慢性病。那如果不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可以不用随时佩戴着口罩。另外，挂喙癌有标准的规定，这个松紧的，套上去以后，要把它整个撑开，撑开以后，我们再把这个按密封，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就完整。拿下来的时候，我们前面也都不要碰触。在防疫的路上，这个艰困之际，网络上也有人发起我 OK 以成立的礼仪运动，鼓励大家把喙癌让上有急用的人。
互资源发挥上大效用，嘛互大家看见人性的真诚甲善良。若是喙炎、甲酒精这防疫的物资，必须要赶紧对着全面到位，才会当稳定民心。政府人民齐心联手抗疫。